今日 ChessCan 同大家介紹加拿大詩人畢青，好多謝畢青親自同我哋分享佢新詩創作經歷，然後會喺最新詩集今季裏面揀出一啲篇章，由詩友 Atom 讀出，希望大家中意。應該係1999年左右，我喺網絡上面嘅詩歌討論區認識咗幾位香港嘅年輕詩人，佢哋介紹現代詩俾我認識，鼓勵我創作同埋投稿。當年咧喺香港有一本比較受歡迎嘅詩刊咧，叫做《鍬形》。我投咗幾年稿之後咧，就感覺自己到咗一個樽頸位，所以我就停咗落嚟冇寫啦。到咗2004年，係一個好偶然嘅機會咧，我喺多倫多嘅一間本地嘅主流書店，無意中見到一本詩集，個作者咧係美國後現代詩人 John Ashbery。佢啲詩咧雖然好抽象，但係令我諗起我中學時代接觸過一啲抽象嘅藝術。我心諗原來詩係可以同其他藝術媒介，例如繪畫啊、雕塑啊、音樂一樣咧，係可以有唔同嘅風格，可以有唔同嘅呈現嘅方式。之後咧，我又重新開始寫詩。當初咧，當然就係模仿呢一位大師嘅作品啦。咁然後慢慢咧就建立自己嘅表達方式。2008年，香港作家昆南先生咧搞咗一個叫做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嘅討論網，喺上面咧我認識咗好多寫詩嘅朋友啦，亦都咧好幸運咁喺2012年咧就贏咗我第一個詩歌嘅獎項。嗰段時間咧，網絡嘅詩歌討論區咧其實好熱鬧嘅。台灣嗰邊咧都有類似嘅討論網，例如台灣詩學吹鼓吹論壇啦。咁我喺上面做過一段時間嘅版主，咁亦都認識咗好多台灣嘅詩人啦。咁呢段時間咧，我贏咗台灣嘅喜鹹文學網新詩獎嘅佳作獎啦，梁實秋翻譯獎嘅評審獎啦，同埋咧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嘅季軍。2016年咧，我出版咗我第一本詩集，叫做《42排浪》。如果要我形容我嘅作品咧，我會用42排浪裏邊有一句詩句：詩係海浪，沒有一排相似嘅海浪係相似嘅。我啲詩咧唔太着重具體嘅內容，我好少寫事件啦或者人物，我比較對意象或者一啲場景嘅流動有興趣。其實就好似海浪咁樣，又或者好似發白日夢係一種回憶或者思考嘅狀態。因為我哋嘅記憶咧本身係唔係好精準嘅，好多時候咧諗嘢嘅時候個跨度可能好大，呢啲隨機嘅片段咧會喺個腦裏邊咧游走。我覺得呢種模糊嘅狀態其實係最真實嘅。至於呢本入圍台灣周夢蝶詩獎嘅新作《今季》，我覺得係42排浪嘅另一種面向。42排浪係用海浪、用水將記憶連接，今季咧就係將記憶嘅碎片縫合，但係同日本嗰種今季嘅工藝咧有啲少少分別。日本嗰種嘅今季咧，始終都係希望將嗰個瓷器回復原先嗰個形狀，但係我心目中嘅今季咧係一種拼貼，將我認為有共通性隨機收集翻嚟嘅一啲意象咧縫合起嚟。既然記憶本身唔太可靠，我哋又點可以有能力精準咁樣還原佢原先嗰個形態呢？或者抽象嘅詩先係最精準嘅詩。天文學，畢青。自轉與公轉，世上還有什麼比清晨島上的輪胎更趕時間？物是往後遷移，忘記了前行的，僅是懷緬與回憶。他們沒有往前成長的機會，亦早已預料到被增磅與瘦身的日子。正如那盤不獲理會小小的仙人掌，被所有東西冷靜地繞過，
我們都知道不碰它的原因。月球繞着地球，而地球繞着太陽，像一場漫長的默劇，為一種必然的倫理表演。聽完詩人 Atom 為我哋演繹天文學之後，我哋有台灣詩人晚晚分享佢閱讀天文學嘅筆記，由 Joyce 用廣東話讀出。天文學嘛，必然又係個強喻，強喻係筆稱成日都玩嘅。題目隱喻，同時相似嘅狀態，亦能夠延展成為全首詩嘅結構。題目與詩嘅內容就好似時針同分針，佢形成平角、銳角或者鈍角，甚至貼合嘅零度。從比例上嚟講，天文學係個大結構，而內容係細分呢個大結構裏面嘅轉動。就終面咁嚟睇，佢指向某種運行嘅法則。咁樣算唔相稱美學嗎？用小事物或者小事務去暗算大主題，而佢嘅內在邏輯係周而復始嘅圓。天文學講乜嘢？係研究宇宙中天體、行星、行星、星系等同埋佢嘅現象、超新星、伽馬射線暴等呢啲自然科學。佢運用數學、物理同埋化學知識，探究天體起源、演化同埋運動規律。可以睇出呢首詩嘅核心係在於天體運行嘅默劇。詩裏面嘅自轉公轉，超譯咗薛西弗斯嘅神話。默示往後遷移，忘了前行的僅是緬懷與回憶。他們沒有往前成長的機會，並早早已經預料被增綁與瘦身的日子，像早已知道石頭推上去又會滾下來的宿命。詩的前半部透露無奈，世界上還有什麼比清晨島上嘅輪胎更趕時間？趕字洩漏咗周而復始往返嘅必然。詩嘅筆稱 ambiguity， 成日都喺作者嘅比喻，有時好長跨行嘅句子或者段落裏面。例如正如呢一個詞語喺前4行同後2行，前面趕時間嘅輪胎喺不斷輪迴嘅日子中，到底係往前定係往後？回憶係此刻正在進行的，還是緬懷？喺新嘅一日開始嘅清晨，增磅或者瘦身呢個恐怕係昨日，而可怪係不斷進行或者行進嘅，到底係往前定係往後呢？或者喺動嘅呢個時候，其實感覺人事物指呢個狀態？中文嘅語法或者語境下面嘅無頭公案，忘記了跟早早預料，動作者究竟係邊個呢？係前面嘅默示，定係中文裏面成日直接省去嘅 persona？ 或者你已經忘記咗，就係你早料到嘅就係你。筆稱成日用到名喻，但佢嘅名喻係敘述性嘅多於簡單嘅詞語。正如那盤不獲理會的小小仙人掌，被所有東西冷靜地繞過。我們都知道不碰它的理由。呢一段嘅寓意，仙人掌嘅敘述，到底係指前面嘅默示、回憶定係緬懷？其中代名詞插入又連串敘述。例如呢度嘅佢哋、他們，
出現喺不清嘅詩中，有時係奇異或者朦朧嘅地點，但係自轉公轉嘅節奏，即係轉動嘅結構，產生意象嘅流動，就使得落點更加曖昧啦。我自取緬懷或者回憶，佢哋唔會成長，充其量係喺往後嘅某啲日子增加或者減少，被冷靜地繞過。仙人掌或者係你或者星星，喺呢一度，抽象之物猶如回憶，連同具象存在喺所經之時。由於時間嘅不斷演進，都會喺呢一種嘅轉動中，最終留喺佢哋發生嘅地方。作者採取冷靜、疏離、繞過嘅方式，喺日復一日嘅日子裏面，呢啲似乎係自然法則。人所關涉嘅周遭，不管係嗰啲人、事、物，似乎有如行星，亦都終究如天體繞行而過。自轉係自己，公轉係四季，輪迴都喺圓裏面。就好似我哋觀賞一場必然嘅落日，你知道我哋身後亦都有相似嘅圓，取出嘅距離係如玉，剛好所講嘅就係必然嘅理論，對一切都好嘅常。觀察到呢一點，或者因為懂得而能夠甘之如飴。